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琼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佳音，跟我来一下。对了，佳音，你放在我桌上这一份菜单呢，内容我已经看过，而且也做了一些修正。到时候麻烦你传这一份给你姐姐看。OK，好，没问题。对了。你知道公司企划主任下个月就要离职吗？依照惯例呢，高层还是会由公司内部挑选一位适合的人选担任这个职务。当然，他们也会先征求过我的意见。我非常的想要争取这个位置，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我坐上这个位置的话呢，一定能够胜任得很好。国俊，你要不要帮我这个忙？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呢。我知道公司里头有很多人想要这个职位，也知道他们的资历都比我深。没错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过这人事命令呢，早已经下来，而且再过不久呢，就要公布喽。谢谢。这可是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哎。你说，你该怎么报答我？你可千万记住哦，在人事命令还没公布之前啊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还有，这客家文化的活动啊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哎，你放心啦，这个活动啊，100%圆满成功。对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啊，就当是提前帮你庆祝。
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！有人亲眼看到那个许佳音跟陈千里在餐厅约会了，人家说不定只是在讨论公事嘛。哎呦，贴在陈经理身上搂搂抱抱的讨论，这是哪门子的公事啊？我看呢，这个企划主任的缺大概是他的了。陈经理他老婆，我看是还蒙在鼓里吧。你只要愿意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撒撒娇，靠一点裙带关系，你也可以啊。拜托，这种不要脸的事我可做不出来。手表忘了拿，他该不会听见了吧？他的听到又怎么样？我们又没说错。嘎子啊，来陈瑞梅啊！哎，嘎子啊，你都要看嘛呀？呀，我来看看你嘛嘅魅力，好嚟个天咪散水诶！嘎子啊，你讲了翻爱买意思啊？嘛係小樣子哦，做嘢唔係捱過。嘎子啊，我老相約一點關係都冇啊，係相約老爺過嘅事情啊，老外冇關係。嘎子啊，反正哦，你喺記得嘅事情啊，老外冇關係啦。瑞美冇嘟卡。錯啊，家子啊，一條包喺廿個樓唔講啊，講相約哦，總之係唔好留強下啊。哦，咁樣家實啊，廿知老廿尾啊，要亂上冇啊？錯啊，拜託啊，最應服啊，老廿知講啊，講係留相約哦，係當住辦喺急白連沙添咯，當住辦喺急白連沙哦。隔壁邻山阿 Q， 很一般的邻居，会三不五时就打电话来问你衣服穿得够不够，肚子有没有吃饱啊，而且有好吃的就第一个送来给你吃哎。哎呀，莫亂講啊！我哪有亂講啊？你這麼快就忘了前2天美滿樓的水晶餃啊？好啦好啦，反正啊，講一講唔人哋喎，唔過啊，唔知冇多假就條錢啊，亂講法啊。好，不亂講可以，可是我們等一下要去看電影。哎呦，嘎嘎。哎，还是阿 Q 最好了，难怪那个秀玉姐这么喜欢你耶。走，阿 Q， 安吉 say 啊！哎，你都冇亂講法。哎，你很奇怪，你怎么可以利用我大姐跟你舅舅勒索啊？哎，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，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你的姐姐就是我的姐姐啊，我怎么会拿自己的姐姐跟我阿 Q 勒索啊？哎呦，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是不应该利用我阿 Q 对俏大姐的感情来要零用钱。不过这也证明啦，我阿 Q 对俏大姐的感情很深哎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请你看电影，然后我们再去吃烧冰。我不要回家了。啊，真的生气了？好啦好啦，奴婢向公主请罪，求公主原谅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好啦，这次原谅你啦。哎，我妈请你来我们家吃牛奶水，可是电影先欠着哦，下次一定要啊。啊，有美食可以吃哦。快走快走快走，你有贪吃什么啦？这个是阿珍姐做的，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哦。当然好食啦，怎么？阿珍啊，做菜啊，真有水准嘞，所以点心极挺好食，怎么？也他们就证明嘞。哎哦，冇人理佢啦，是好早聽哦，係大家學冇向奶。
爱模样，爱模样。对于美食哦，我们都不嫌弃的。这个地瓜饼呢，真的超好吃的哎！只要对于美食哦，我都不嫌弃。不嫌弃啊，多吃点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。哎呦，来，吃一口。好吃，这个，好吃。哎呦，好了啦，牙齿。不要了啦。主任，该下班吃饭喽。再等我一下好吗？我快做完了。佳颖，看你对工作这么尽心尽力，自己的身体可得好好照顾，否则三餐不正常啊，是很容易生病的。没办法喽，不想让人家闲言闲语啊，就只得努力证明自己的实力喽。谁敢说你闲话？喂。哦。我今天有应酬，会很晚才回去。你不用等我了，早点睡吧。拜拜。佳颖，你回去吃饭吧，不用等我了。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把今天的事情做完而已。可是，我们不是约好一起庆祝的吗？我改变主意啦，等人事公布下来之后再说吧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喜欢名正言顺。佳颖，你不用等我了，我今天会弄到很晚，我要做给那些只会讲闲言闲语的人看。按转型。哦，又会下架菜。哎呦，又会唔記得，而家條那啲度就會下架菜。喂，你到底做咩啦？我係看伊哦，幾十年就會被天落吸入去的啦，我唔救你哦，就分唔出的啦。唔是你救啦，我都計無限呢。你看啊，我都計上新菜單啊，我冇上去老陪你聽用啊。我說一定會到個網路上看一下呀，看現在大家有哪條個客家菜咩？太姐啊，我看伊哦，居然暗無限，而家條那啲度哦，有客家菜，有米飯料，還有乜個東西啊？有啊，還有阿梅啊、阿燕啊，還有德蟲啊，就按你聽聽。就按呢？冇嗌哦。有啦。哦，有，有嗌。哦，九層半啊！哎，太姐啊，你要做九層半啊？來，我你看。那以後哦，上去到你個菜單地度哦，加熱客家點心。不過人哋下就按無限咧，做點心哦，比煮菜哦較麻煩。有啲呀，姑嫂哦，我上去請阿子來福建。哦，難怪原本你愛情水面落是牛溫水。不過，你係開傳堂嘅。做點心要做清多、清潔、清好食，阿珍姐做對做嘛？我對佢有信心，真嘅。我知道佢哋做點心哦，真嘅有天分呢。
阿兄哦，过6年的，要让阿妹讲。你看呀，你看呀个呀，起白，以后他可就按你说听听，让兄都一个新的哦。还有你看。 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？衣服也没换，你该不会是一整晚都待在办公室里？唉，看你这么拼命啊，要是把身体给累坏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还会注意我穿什么？我以为你以为什么？客家文化节的企划书我已经放你桌上了，你赶快看看吧，看完我们可以讨论。 你还真是一个美丽的工作狂。企划书中午以前要看完，看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讨论。确定了之后，我要把资料传给工作人员。啊，还有，记得明天要跟我回一趟苗栗，我要跟我妈还有我姐一起讨论有关餐饮的部分 ，OK？ 做唔得啦！那这种做咪代表弥漫了啊！哎呀，这属于无知识的咩嘛？哎呦，阿妹啊，你咩唔知的今年嘅发通内容，韩国原来条年份来咩唔知？我想哦，家人要安尼几天，有几个考虑啦。家人做唔得啦，佢乱写的啦，佢就唔免我敢无了解佢，你拢只要当奇怪呢？佢从细对音乐嘅生意就无兴趣，知冇？啊，对客家菜根本无心思。冇唔错冇唔错，客家菜哦係睇自己情形，係你自己素人。阿妹啊，忘吃了，你还唔记得情形很用版咩？就等家人做嚟再个讲好吗？不过我遐有个事情想要老大家参详一下呀。就那样做第4年啊，你想推半天？阿妹，我还想讲，到下你个菜单地度，今日客家点心啊，遐个点心哦，想要请阿珍来负责啦。当然啊，我有赞成哦。真嘅呐？当然的呀。阿珍啊，你知道你啊？南边吼，那人机什么欢喜咧？人太子讲，也做点心嘅甜菜哦。好啦，我试看呢。唔过吼，好嘞啦，唔是唔过嘞啦。事情哦，就按你给听了啊。你先想看呐，带着个客家点心哦，你做得较顺手哈。看啊，我有准备嘞呢。这个哈，还是个客家创意点心啦。看他，你看。你做个讨论一下呀？其实我当初就想要推出新点心的，你阿珍你也当我去奉行，有冇？没有，你看呐，那个咸臭啦。你看你说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木卡就三三年都给做客家菜诶。你看，你就这样的，好的。也还传统。
球呢，无免油。好了好了，唔怕啦，差不多嘞。哎，你在做嘛？你看，嘿，哎呦，9成半哦，都要你动发时间呢。啊，唔好啦。假期啊，讲去当外学，还时间未去来先呢。还有啊，做了9成半啊，代表冲冲救救，呼呼过世。还是上好，啊你买了的点心，一定做咧买到千好。说唔定吼，是家做的好什么？你放心啦，俺嚟看哦，就留好来的哦。好啦，等下哦，俺一定会吃过啦。好啊，差不多嘞。啊，我让出。谢我。呀。好食。你做嘛咯？佮当然失办呢，而是点心就提供，有糖分就拄好嘛，因为骨拉甜嘛，有甜甜嘛。好多嘞。啊，咸饭。一個假詞哦，真係係冇福氣。等到佢不用考轉來哦，一個9成半哦，就不礙事體咧。萬錢嘛很少啦。其實吼，我是夢意的啦，你就安惡腦癌。好嘞啦，你莫再講什麼你了啦，俺個意思哦，就會越來越多了。哎，係啊，阿珍啊，講實在哦，你們的人真好對嘛？做個點心哦，真係好食呢。俺老阿妹哦，就冇做到按好食咯。係啊。係講哦，真經流行嘛，就要做出真好食嘅點心，本年下食，按你這樣做。錯。好，我一定會上網做。然後再過一點。好。地床啊，因为偏动的做色，黑白盖啊。很澎湃哦。我感觉全台真是很好命哦。当然都按好的菜色好事啦。澎湃呢？好吃哦，我也在这啊。伊用为好意思呢。唔怕啦，你好朋友咧，梗系是冇客氣咯。地床啊，我哋呢一片动的菜，唔好再加意思啦。係啦，看下出啦。用完了。地床啊，你咩身體冇爽快，也係會係唔好。個按好的菜也是唔落去啊，還要從面用參加冇嚟上班，到底係樣啊？你係失戀嚟啦？唔係啊，失戀嚟啊！原來為到什麼呀？睇啲事情哦，我唔敢講。什麼事情哦？我係愛你嘅是做嘅啦。地床啊，我問你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還記得乜啊？看人永遠是第二唔第啊，聰嘛？怎麼為到什麼事情都咁煩惱？個下一句哦，何必單戀一枝花？你還唔知聰嘛？慢慢你是會了解咧。地床啊，我講我哋做朋友嘅冇人聽笑啊，按鋪頭我哋是團隨意，快樂快樂，本而所有嘅煩惱唔記得唱唱。等一下啦，行家，你看下鬼神好呢，聽下你行出啲嘢啊。嘿呐，啊，你猜什麼㗎？冇啦，係突然一家東家地方，真神奇哦。你阿媽冇乜嘅嘢，你阿媽好神奇嘅喏。聽下你行出啲嘢啦，嘿啦，吉吉啦。太搞啊！今天做朋友了呀？見到得床。
大家做事呀。好，对啊，好，太好。红啊，吃一下树皮嘛。哪有可能是？来，告诉我啦，唔得。哎呦，有买管的咯，你唔想还不搞你，也懂神机啦。唔可以讲来闹叫啊！我有买土皮嗰嚟闹叫咯。再讲哦，今日到了，输人也唔免吉太。系啊，我阿好名声啊，到底冇把门看看呢。好啊，不萝卜啊，阳光猛猛的啦，还比啊哈。乜咁猛猛，动大一条就动大一条。来，再洗钱。9点嘛，来，快钱！要脸呐，简单啦，阿少，喂，你吃可能啦？这唔是啊，我企到旁边看住吼，唔够啊，怕啦，唔得噶吼，那做下看下手机好唔？系啊，好，唔够啦，来，5千嘅，来，你说，来啦，看嘢手机啊，嘿呐，来啦，那真係唔可以啊。8点，有钱呢，有钱哦！来，拍钱！快来！嘿嘿，有样哎，来拍钱！来，拍钱！走了，好不好？嘿，有样哎，来拍钱！拍钱！走了。Hello， 宝贝，你在哪？我还能在哪？当然在办公室里面啊。不是要回家休息吗？昨天已经熬夜了，这样你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我想把这企划书赶完呢，快完成了。那个企划又不急，等我们回台北再弄都可以啊。唉，你骗我！我骗你？骗我说你会早点回家，害我白跑一趟，连宵夜都凉了。你白痴啊！手机不用钱哦。我就是白痴啊，才会白跑一趟，还拿着宵夜来挨骂。就说你们客家人小气吧，打那些电话费只要能够让你开心啊，算得了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过，你不要拿客家人这件事情来开玩笑。今天呢，看在宵夜的份上，就原谅你喽。是，遵命。来，快吃宵夜喽，要不然宵夜都凉了。嘿，哎，这是凉面吧？有人的凉面是热的吗？是这个味噌汤，这可是我特地去夜市买的，这家很有名哦，喝喝看。你刚刚真的有跑去我家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谁知道有人认真工作到这种不要面的地步？谁叫你自己不会先打电话？手机是用来干嘛的？该用的时候不用。我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啊，谁知道要给个惊喜还得绕这么远的路。啊，原来你不喜欢绕远路哦。看来这2天1夜的苗栗行，只有我一个人期待。我可没有说我不喜欢呢。为了你，再远还不是来了吗？你说的哦。去完我家之后办完公事，第2天你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哦。好，没问题。赶快现在说。杨姐，杨姐，抱歉，来，杨哥，你讲咩？T89军区已经动风啊，冇骗吧？哎呀，了，越来越厉害，不是俺那个杂搞的呀？哦，厉害啊！我都搞掂啦，这搞掂我都托付的呀。哇，啊哈，你朋友点点是3分工，以前真嘅唔叫来搞吗？
迄真是了，去体拜到，嘛该是唔买，可能哦，轮椅啦，轮椅啦。来，我落手啦，继续啊，继续。等下没洗头了啦，你就先去洗哈。 洗身，我等下阿聪不做了，真给大家等你洗身。好啦。啊。哪里走啦？你在洗。其他阿聪嘛，应日比应夜暗，也无打电话做咧，也唔是讲应付咖啡洗。阿聪哥叫打电话，佢讲佢老同事去吃饭嚟啦，等下就做咧。你打电话做来啊？哈。啊，用他家唔是电机做嘛？ 哎呀，我最近唔做嘛，电脑当不上。真嘅呐？你还没讲生意比以前好，所以人讲啊，老诶，真嘅冇用体力对吧？哎呦，阿妹真唔會老咧。可以去咯，還用上咧？阿妹，朋友有還好嘛？你啊，做事就冇辦法了，一種做呀就種同樣，我就按本買體咧。 我就唔攀嘅滿意咧，係咪哦？天生癌嘅，因為我係滿意。你做法人家咁講，幾多歲冇見識啊？咩？我去房間咧，我老二。做兩樣。做對咯，輸咗唔得講算啦嚇。好啦。阿玲姐，你食唔食飯啊？好啦。來。來。 家人哦，我看吼，我去等好你啦。反正佢等下是轉去咧，你冇喊應嘅咯，甜咧啊，生意去困啦。那家好，迄片還未嘅啦。我驚佢會笑啊，一個地床哦，越來越唔搶用嘅啊。我看佢哦，要照去食酒嘅，我喺度也未等佢啊。你先去困哈。 好啦，冇你咪下晝夜困咯。
多点做来的哈？哈？几多点啦哈？安怎？咩唔记得要开给你要上哈？几多点啊？你讲啊！太子，拜托你好莫不系水嘛，你当开呢？开，我咩还忙水呢？喊太给你，咩唔记得要改皮哦？阿梅啊，你喊到佢无喊买啦，来啦，我来听书啦。哎呦，今年也一家就做嘞，唔是年年去休息，咁难得就文化这一摆做公司菜，你出唔要打我挨做嘅啊？挨走唔要用20年咧，就来我打烂地啦，同讲。好啦，我答应叫我讲哦，入邊個菜吼，做唔得踢鹹，還有哦，冇踢油哦。哎呀，是看嘛，咁菜啊，好是青葱也唔对嘛，人全部都出去公司菜，我煮菜还能搞啊？走。好啦，啊，行得出去啦。好心冇好報。好嘛个喏。有钱佬来喊来好啊，冲上了一个呐。嘎嘎，我提起白哈，看他慢日啊，心情暗好，煮出来还超高诶。佢最好冇講，不過身體都話一天都會想講，家用愛轉來的啦。你看，按房一行都會衝過去哦，你都家用轉來哦，還聽佢老幾講。很水哦，差唔多1分鐘。阿強啊，從面看唔夠到暗歡喜，今年有冇面出出啊？我根本水過頭啦，我邊樣走來呢？爭他幾秒鐘啊！但係可能你真嘢哦，獎金獎金那麼多咧。獎金，那挺好笑呢。你從面一安步哦是2萬多錢，但係本來都用30分呀，就超過了獎金。你下唔太少嘛？係啊。冇安用啦，根本按不掉啊！你散啥哦，強下落去，到時間哦我養錢哦，一天哦本用30分，好嘛？落去啊！挨咗唔得啊！你早前出門嗰時啫，本樣見到啱挨啊，按唔啦，都冇再意識翻啦，連摸起身唔記得挨，冷嘢啦，係啦，按唔得嗬，買有事情啊，對從本件嗬，係特別吞最快樂嘅呢，喺吞掉嘅東西哦，搞成其實哦，千萬是冇米啊，喺米上哦，20塊咧，啱個好好街買面咧，好嚟啦，我說飯多。太低啦，这张明年懂。吃饭啦！经理陈国俊，大家好，国俊，这是我妈，伯母好，你好，这是我大姐佳瑶，你好，这是我小妹佳慈，你好，你好 V 嘿，啊，阿珍啦，电话里面我有讲。哦，阿珍姐哈，我係嘉英，好，到了走了哈，你们上去讲哈，来，先啊，好慢啲啊，正經啊，分享人啊，哈。
讲实在，突然推广客家文化，怎么？会弥漫的有安样气氛，怎么？当然啊，亲台力量，希望讲来参加客家年，做的是做品质真好的客家菜。好，沈梦来，谢谢。欢迎哦，欢迎欢迎。来，强叔慢慢用啊。好，谢谢。加油，帮客人夹菜。谢谢。来。那伫那菜单好无下吼，不过今日有牛温水冻的什么？那听讲吼，阿珍姐做的牛温水冻好食咯。今日哦，冇准备啦。不过我到两片吼，像係阿曼姨来介绍哦，佢都非常照顾我。你老豆我老阿妹真是有照顾你啊。就算讲啊，想去照顾咩冇法度啊，因为啊，喺你弥漫流嘅人客啊，最动情呢，係講一個菜唔好食哦，係冇法度想你去吹大啲度嘅。冇錯冇錯。你要明白了嘅菜哦，大家不是都按我咯，就係因為阿妹還有胎子都給沖的，你姐阿哥還有我哦，就唔要煮菜啦，只會試聽聽。你哋就冇啦。講到嘅阿倉庫哦，佢真係都冇意思呢，但貼喺真來啊，看唔到。佢咧上班呢，當每度人都進來啊，你做唔得人講啊，怎麼？啱邊幾下班進來，你真看到拉落。食飯呢？忙我呢做唔得。我家人哦脾氣真快，啲台北哦我要講到，唔過4毛元哦想想哦就一家人做嘛，嚇。阿妹，講下做嘛啦？咁冇家人啊？伯母，我已經結婚了。我冇配的意思啦，係夢妹呢啊，沒關係。強用吹啦哈。你同事有問題啊？哇，這些菜跟我們列的菜單不一樣。本來想說沒有試過，不敢下結論。可是剛才我每樣菜都試過，這湯也喝了，這跟我們當初說的有一些出入哎。阿姐，我們要傳承嘅菜單本係，有冇照點來做呢？阿弟啦。你菜我幾天的啦，跟傳過來嘅菜單其實有乜好食哦？我想真是讓體配來到，不如傳做傳統的客家菜，唔知乜好食，係嗎？可是這些菜又油又鹹，剛剛我喝了湯也蠻鹹的。現代人的飲食習慣都比較清淡。你們來這邊試試客家菜，不是就為了那什麼客家文化節啊？我媽一大早就忙到現在你不懂客家菜就不要隨便亂挑剔好不好？家慈，我媽你講吧哈，冇禮貌，不能入黑啊，黑給冇規矩啊。好了，家慈，等等。講嘅嘛個哦，我來認識什麼個客家的文化，了又講現代人的飲食習慣。他點對啦。人家就做嘛唔相信愛喏，那真係唔想大家吃到人家的客家菜，又油又鹹，怎會寫你菜單啊？阿姐，我要特別吩咐講嘅係。有冇老阿妹講呢？人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明。千里眺望故鄉後，流言的呀，初戀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將去，如是故人須相隨。情zan
怕高发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花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。